人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民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民轻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王也。无也。既是履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汝弗能就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臣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揖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真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惠氏后述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，吾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必至既冠而亡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知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师乎？指其长。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赵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或坠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射不主皮，位立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。子曰：是也，而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使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令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兄，殷人以伯，周人以利。曰：使民战立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！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速射门，管氏亦速射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好，有反殿；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鲁太师，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戏如也。从众之，纯如也，矫如也，义如也，以成。宜丰人请献，曰：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献之，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于商乎？天下之道，
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未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吾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山胜。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是川王陶兴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使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罩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算手，竖起朱二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赤海龙王来助导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位前贤报自己的姓名。姓氏陈美香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
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回向于先，祖先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父母，对不起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刻请辞，恳刻请请辞，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弥勒祖师，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南海古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济公佛，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月慧月慧菩萨，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世界和平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祈风调雨求风顺，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国泰民安，安，世所至导，世所世至导，所至导，圣慈昭阁采纳。圣慈昭圣阁采纳。慈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生弥勒勒尊尊佛，佛。南无南当无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，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勒弥勒尊尊佛。佛。感谢各位前贤，有错误请敬请包涵，感谢慈悲，祝大家晚安。谢谢香处长为我们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哦。晚安。哦，晚安，感恩处长啊，感恩哦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感恩哦，感恩护权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感恩。那老师晚安。哦，很优秀的前贤哦，晚安晚安，感恩哦，前贤们大家晚安。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哦，祝前贤晚安，林田进前贤晚安，杨前贤晚安，洪坛主晚安，晚安了，晚安了。